后来继续来看，这2天中南部的空气是有够歹的歹，上主要是因为境外散入型的空气污染，一寡垃圾空气拢飘过来台湾。像这个彰化八卦山的大火，进前因为征收封起来，最近才拄啊甲用价铁价甲拆掉，大火才拄啊甲大家来见面，结果因为空气伤歹咯，大火又搁温馨咯。 天顶是铺设的，甲彰化八卦山的佛祖拢砍掉咧。对八卦山这边看过，进前阁会当看到台中火力发电厂的烟筒，即马全部拢大雾。不太好哎。怎么说？不知道是霾害还是雾气。视线真的很朦胧啊，就那个逻辑烟档应该要很清楚啊。 游客拢感觉真可惜，因为佛祖前一阵仔年久失修变甲真久，官府才进行征收工程。最近拄甲佛祖附近的烟架拢拆掉，想袂到煞拄着境外刷入来的空污影响。境外的污染物的一个影响，彰化西半部属于在背风面，由于这个水平扩散条件不良，造成这个污染物容易累积、不易扩散的一个状况。不止彰化的天空雾蒙蒙，就连台中市区的天空也是一样。你可以看到后面的大楼，虽然上面是有太阳的，但是却被雾霾给稍稍挡住景色了。 就是我本来以为是天气不太好，然后想说会很冷，结果后来太阳就出来了，这样子，就是原来雾雾的这样子。因为昨天看的时候还是蓝的，就接起来就变成白白的雾。对对。天顶能见度增加，中央气象局嘛发布西半部到无特部。那我们预估大概今天晚上到明天，整个东北季风会稍微加强啊。 所以整个那个污染大概明天到后天可能会稍微减缓一点。气象站主任讲，境外刷入来空污影响空气品质和能见度，造成空气品质是柑仔色的灯号，对敏感族群无健康。天顶拢大雾嘛，提醒民众出门在外，若是有过敏的现象，要是会记得挂喙暗，保护家己。 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